想活得清醒、平安、顺利。这3件事，请你一定别碰。第一件事，人多的地方别再硬凑热闹。你看起来是在交朋友，其实是在消耗自己。有些场合气场混乱，情绪复杂，你根本不知道谁是真善意，谁是披着笑脸的灾难预告。而且现在的世界太多突发事件，去人少的地方是你在保护自己。第二件事，不要参与别人的因果，给建议、帮判断、当和事佬，这些都容易变成你未来的麻烦根源。他人的人生走向从来不是你的责任，一句好心提醒都可能变成将来的业障。第三件事，别幻想你能拯救谁，别人的命不是你该扛的。很多人不是等你，就是拖你一起沉下去。尤其感情里，别当救世主，你会输得很惨。清醒的活法就是不多是不干预，不自找麻烦。你说对不对？